哈利波特第一部神秘的魔法石第一章幸存的男孩。住喺水立樹街4號嘅德斯禮先生同夫人，非常驕傲咁聲稱自己係一個好正常嘅人，托福。但係佢哋最唔想見到嘅就係任何古怪或者神秘故事入面嘅人物，因為佢哋總係嗤之以鼻。德斯禮先生係一間叫格朗寧斯嘅鑽機工廠嘅老闆，佢好肥壯結實，幾乎肥到冇頸，但卻有一把大鬍子。德斯禮夫人就非常苗條，一頭金髮，佢嘅頸巾長到平常人嘅2倍，令到佢成日伸長脖子，透過花園圍欄去偷睇鄰居屋企嘅動靜變得非常容易。德斯禮夫婦有個兒子叫做達力，在佢哋眼中，呢個世界上再冇比達力更加叻嘅男孩。德斯禮一家幾乎擁有佢哋想要嘅一切嘢，但係佢哋亦有一個秘密，而且最大嘅擔心就係有朝一日俾人發現呢個秘密。如果有人知道關於波特一家嘅事，佢哋就會覺得自己冇法守住呢個秘密。波特夫人係德斯禮夫人嘅妹妹，但係佢哋已經好耐冇見過面。事實上，德斯禮夫人假裝佢從來冇有過妹妹，因為佢嘅妹妹同嗰個唔行嘅妹夫根本冇一絲一毫嘅德斯禮家族風範。諗到波特一家嘅到嚟會引嚟鄰居嘅議論，德斯禮一家就會浸身發抖。佢哋知道波特夫人仲有個兒子，但係未曾見過面。呢個細路仔亦成為德斯禮一家避開波特一家的藉口，因為佢哋唔想聽話嘅達力同呢個細路仔一齊玩。當德斯禮先生同夫人在陰沉沉嘅星期二早晨醒嚟嘅時候，我哋嘅故事就開始啦。雖然外面陰雲密布嘅天並唔代表今日一定會有啲咩奇怪嘅事發生。德斯禮先生一邊哼住小曲，一邊掏出佢最差嘅領帶準備去上班。德斯禮夫人就一邊口中念念有詞，一邊將咿咿呀呀嘅達力放到高椅上。冇人注意到，就喺呢個時候，有一隻巨大嘅褐色貓頭鷹從窗外掠過。8點半時，德斯禮先生拿起佢嘅公事包去上班。臨行之前，佢喺德斯禮夫人嘅面頰上親咗一下，算係告別。佢本打算喺達力面上都親一親，但係因為達力正喺發脾氣，仲將麥片扔喺牆上，就只好作罷，小淘氣。德斯禮先生呵呵大笑咁出門，轉進佢嘅車，倒退着駛出4號車道。當佢駛到街角嘅時候，發現咗第一件唔尋常嘅事，一隻貓喺睇地圖。起初德斯禮先生冇覺得有咩唔妥，直到佢猛然轉頭去睇，先見到嗰隻肥嘟嘟嘅貓仲喺度，但係地圖已經冇咗。天啊！德斯禮先生心想，我點會諗到呢啲嘢？啱啱我一定係眼花啦。德斯禮先生眨咗眨眼，再望多一眼嗰隻貓。嗰隻貓回咗佢一眼。正喺德斯禮先生駛進拐角準備轉去另一條路嘅時候，佢又喺後視鏡度望一望嗰隻貓。依家嗰隻貓正喺讀住水立樹街嘅路牌。佢只係望住路牌啫。貓係唔可能識得任何地圖或者路牌嘅。德斯禮先生渾身一震，極力想擺脫對嗰隻貓嘅任何念頭。喺接下來嘅旅程中，德斯禮心入面諗嘅就係點樣可以得到一大筆鑽機訂單嘅事。快到鎮上嘅時候，關於鑽機嘅念頭又被其他事情取代咗。一如平常，德斯禮先生嘅車陷喺長長嘅塞車隊伍入面動彈不得。佢冇注意到好似有好多穿住奇怪斗篷嘅人喺度走來走去。佢最唔中意啲打扮古怪嘅人，都係啲年輕人頭酷嘅新潮。佢諗，呢啲可能係啲新款式啦。佢指指點點，不耐煩咁敲着方向盤，又望住附近一群衣着怪異嘅人。佢哋喺興奮地細聲傾談。突然之間，德斯禮變得好嬲，因為佢發現佢哋唔係全部都係年輕人，其中一個着住祖母綠斗篷嘅人竟然比佢仲大，搞咩鬼？但接住德斯禮先生又唔嬲啦，可能呢係一場表演啦。呢班人明顯係喺募集啲乜嘢。係啦，肯定係咁嘅。車隊開始移動，
唔耐一陣，德斯禮先生就駛到格朗寧斯工廠嘅停車場啦。佢嘅注意力又返去轉機嗰度。德斯禮先生鍾意喺佢9樓嘅辦公室背靠住牆坐住。唔係咁做嘅話，佢會覺得成個上午都冇法集中精神做嘢。佢又未曾喺白天見過貓頭鷹飛過，但係有人喺街上見過。佢哋回頭指住，目瞪口呆咁望住一隻又一隻嘅貓頭鷹喺頭頂飛過。幸運啦，呢日早上德斯禮先生冇見到一隻貓頭鷹，一切都幾正常。佢向5個唔同嘅人發咗脾氣，打咗幾個重要嘅電話，喺電話入面喊咗一通。直到午飯嘅時候，佢心情都仲唔錯，因為佢覺得自己應該活動一下筋骨，於是走去麵包店買咗個麵包圈。佢幾乎差唔多已經唔記得嗰班穿住斗篷嘅人，但係當佢行過麵包店隔離嘅時候，那班人又出現啦。德斯禮先生氣咁瞪咗佢哋一眼，佢唔知道點解自己要咁做，可能係嗰班人令佢覺得唔妥。嗰班人仲喺低聲興奮咁傾談，但係今次德斯禮先生冇再見到一個募款箱。當佢拿住麵包返嚟，又經過佢哋時，佢依稀聽到啲佢哋講嘅嘢。波特一家，冇錯，我聽到嘅就係呢個名字，一定係啦。佢哋嘅兒子哈利。德斯禮先生喺度呆住啦，恐懼緊緊咁霍住咗佢。佢轉頭望住嗰班人，想同佢哋講啲咩，但係又唔知講啲咩好。佢衝過馬路，小跑返到辦公室，吩咐佢嘅秘書唔使打擾佢，然後就找起電話打去屋企。打到一半，佢突然改變咗主意，放低電話，撫弄咗下自己嘅鬍子，陷入沉思。佢太傻啦。波特只係一個普通嘅名字，佢肯定唔止一個人叫波特，而且佢嘅兒子叫哈利。諗到呢度，佢甚至唔肯定自己嘅侄兒係唔係叫哈利，畢竟佢從來冇見過佢。可能佢叫哈維爾，又或者叫哈羅德，冇必要再去煩老婆啦。佢一提到佢妹，就要嘆氣，呢啲都唔怪佢。如果德斯禮有個妹妹似佢，不過呢啲穿住斗篷嘅人，佢覺得成個下午都好難集中精神工作。當佢5點鐘離開辦公室時，甚至擔心自己一出門就會撞到啲咩人似嘅。對唔住，佢都囊住，面前站住一個踉踉蹌蹌，幾乎要跌倒嘅矮老頭。幾秒之後，德斯禮先生先發覺呢個人着住一件紫色嘅斗篷。佢睇落對差啲被撞倒喺地上嘅情況毫不介意，反而裂開嘴笑，用一種令人側目嘅尖嗓子講：唔好覺得抱歉，先生，今日冇任何事會惹我嬲，淨係開心。你知唔知最後邊個走咗？就係你咁嘅麻瓜，都應該重視呢個開心嘅日子。呢個老人俾咗德斯禮先生一個腰間嘅擁抱，然後走開。德斯禮先生定喺原地，佢俾一個陌生人擁抱，仲俾人叫做麻瓜，佢就惱咗起身。他好快轉入車入面返屋企，希望呢啲只係幻覺，而且喺呢之前，佢一向唔相信有幻覺存在。當佢駛入4號車道嘅時候，映入眼簾嘅第一件事，呢啲根本冇令佢心情好轉，就係佢今朝見過嘅那隻貓。嗰隻貓而家正喺佢嘅花園圍牆上，佢可以肯定係同一隻，因為佢眼睛周圍有啲一模一樣嘅花紋。去，德斯禮先生喊，嗰隻貓冇動，佢又冷冷咁望咗佢一眼。呢啲係貓嘅行為咩？德斯禮先生覺得好迷惑，為咗試下令自己振作返嚟，佢走入咗屋企。佢仲打算對太太唔提今日嘅事。德斯禮夫人就過得好舒服，好滿意。晚飯時，佢同丈夫講起鄰居同佢兒子嘅唔和，以及達力點樣學識咗一個新詞唔許。德斯禮先生試圖像平時咁答話。喺控達力上床之後，佢正好有時間睇晚間新聞嘅最後一條消息。全國各地嘅鳥類學家都報告話貓頭鷹出現咗異常動向。平時貓頭鷹喺夜間捕食，日間從不出現，
但係今次喺好多地方都見到呢種鳥喺日出之後出現。專家暫時難以解釋貓頭鷹突然改變睡眠習慣嘅原因，真係好奇怪。依家由吉姆麥高飛嚟報告天氣。吉姆，今晚會唔會有更多貓頭鷹出現？泰德，天氣預報員講，我就唔知啦。但係今日唔止貓頭鷹行為異常，肯特郡、約克郡同丹地嘅人都打電話嚟話，冇出現我預報嘅陣雨，反而下咗場流星雨，可能係大家提前慶祝篝火節啦。但係篝火節下個星期先到，唔管點，今晚一定會落雨，我敢肯定。德斯禮先生呆喺沙發入面，流星雨遍佈英國，貓頭鷹喺白天行動，身穿斗篷嘅神秘人處處可見，仲有傳聞，關於波特一家嘅傳聞。德斯禮夫人端住2杯咖啡走入臥室，唔得啦，佢一定要同佢講啲嘢。佢清咗清喉嚨，佩妮，你好耐冇收到你妹嘅信啦，係咪？正如佢預料咁，德斯禮夫人望落又震驚又嬲。畢竟佢平時會當自己冇咗妹，無啦，佢硬係講，點解？今日嘅新聞幾搞笑。德斯禮先生含糊咁講，貓頭鷹、流星雨，仲有好多樣雙滑稽嘅人喺鎮上，咁又點啊？德斯禮夫人打斷咗佢嘅講話，我只係覺得可能呢啲事同佢嘅家庭有關。德斯禮夫人呷咗一口茶，德斯禮先生唔知自己係咪仲敢同佢講佢聽到波特呢個名，佢盡量令自己好似好隨意咁講，佢哋個仔應該差唔多有達力咁大啦，係咪？我諗應該啦。德斯禮夫人硬係咁講，佢叫咩名？係豪伍咩？哈利，如果你問，我要講呢個係個難聽又普通嘅名字。我係咩啊？德斯禮先生話，佢嘅心突然一沉。冇錯，我贊成。佢哋上樓去瞓覺時，德斯禮先生再冇再講呢件事一個字。當德斯禮夫人洗澡嘅時候，佢悄悄咁走到臥室窗邊望落去下面嘅花園。嗰隻貓竟然仲喺，佢望住街口轉角，好似喺等緊邊個。佢又喺幻想，所有嘢會唔會都同波特家有關呢？如果係咁嘅話，如果佢哋真係有聯繫，佢真係唔敢再諗落去。德斯禮夫婦上咗床，德斯禮夫人好快就瞓着啦，但係德斯禮先生卻瞓唔着，翻來覆去咁諗。喺佢入睡之前，最後一個稍微安慰嘅念頭係，就算成件事同波特家有關，都唔代表一定會牽扯到佢同佢太太。波特家好清楚佢同佩妮係點睇待佢哋嘅。佢覺得自己同佩妮唔可能同將來可能發生嘅事有任何關聯。佢打咗個呵欠，翻咗個身，不想俾波特影響到佢哋。佢真係大錯特錯。德斯禮先生可能已經忐忑不安咁入咗夢鄉，但係屋外嗰隻喺牆上嘅貓卻毫無睡意。佢一動唔動咁坐喺嗰度，眼睛一下都唔眨，盯住水立樹街嘅轉角。即使有汽車門砰一聲關上，2隻貓頭鷹由頭頂飛過，佢都冇動過。其實直到差唔多午夜佢都冇動。呢個時候一個男人出現喺貓一直盯緊嘅轉角，佢出現得咁突然又無聲無息，令人以為佢係從地下冒出嚟嘅。嗰隻貓動咗一下尾巴，眯起雙眼。呢個人從未喺水立樹街出現過，佢又高又瘦。從佢銀白色嘅頭髮同埋長到可以塞進皮帶嘅鬍鬚，就知道佢已經好老啦。佢着住長袍，一件拖到地嘅紫色斗篷，仲有一雙高跟帶扣嘅靴子。佢那雙半月形眼鏡底下嘅藍色眼睛炯炯有神。佢嘅鼻子又長又彎，好似被打斷過2次。呢個男人嘅名字叫阿不斯鄧不利多。阿不斯鄧不利多未察覺到自己嘅到嚟咁唔受歡迎，佢匆匆忙忙咁翻着斗篷揾嘢，但似乎唔知道有人盯緊佢。突然佢抬頭，見到一隻喺街對面遠遠望住佢嘅貓。不知點解，佢覺得呢個場面幾搞笑。佢一邊笑一邊喃喃自語：我早就應該知道啦。佢發現佢要找嘅嘢原來喺口袋入面。
係一隻銀色嘅打火機。佢打開，舉高高，咔嚓一聲點着，最近嘅街燈撲咁熄咗。再點一次，下一盞街燈都熄咗。佢一共點咗12次，直至最後整條街只剩兩盞細細嘅燈。原來係嗰隻貓嘅兩隻眼睛。如果有人此時望出窗外，即使係眼睛圓得似珠子嘅德斯禮夫人，都睇唔清街上有啲咩。鄧不利多收起打火機，直走去4號門，坐喺牆邊嗰隻貓嘅旁邊。佢冇望嗰隻貓，但唔耐佢就講話：好高興見到你，麥康拿教授。佢轉身對佢微笑，但嗰隻貓唔見咗。佢喺向一個長相嚴肅嘅女人微笑，嗰個女人戴住眼鏡，形狀同嗰隻貓眼睛周圍嘅花紋一模一樣。佢仲攞住一件綠色嘅斗篷，佢烏黑嘅頭髮緊緊紮成一束。佢睇落好嬲。你點樣知道係我？佢問。親愛嘅教授，我從未見過一隻貓坐得咁老實嘅。如果你喺一面磚石牆上坐一整日，你都會咁坐嘅。麥康拿教授講。一整日，你應該去慶祝啦。我今日嚟嘅時候，一路上唔知道有幾多派對同大餐喺度。麥康拿教授唔高興咁哼咗一聲。冇錯，每個人都喺慶祝。佢不耐煩咁講。你一定以為佢哋已經好小心啦。唔係嘅，就算係麻瓜都知道有啲事發生咗，佢哋都報道出嚟啦。佢轉頭望返德斯禮夫婦黑咕咕嘅窗戶，我聽到啦，成群嘅貓頭鷹、流星雨，佢哋真係太愚蠢啦。人哋肯定會注意到嘅。肯特郡嘅流星雨，我敢打賭係丹德拉斯迪哥幹嘅。佢由來都唔愛做啲冇意義嘅事，你唔可以怪佢哋。鄧不利多慢慢咁講，我哋已經幾年冇好好慶祝過啦。我知道麥康拿教授有啲嬲，但係唔應該搞到連命都冇啦。佢哋真係太粗心啦，包括穿住麻瓜衫嘅人，居然喺大白天喺街度講長道短。佢斜眼睇鄧不利多一眼，好似希望佢可以講啲嘢，但佢冇開口，所以佢繼續講，最好係咁，就喺嗰個人消失嗰日，麻瓜就知道我哋所有嘅事。我諗佢真係走咗，係啦，一定啦。鄧不利多講，我哋要多啲感激。你想唔想來一個檸檬雪條？一個乜嘢？一個檸檬雪條，呢個係我好中意嘅麻瓜甜品。唔使啦，麥康拿教授冷冷咁回應，好似佢認為仲未到享用檸檬雪條嘅時候。就我睇，即使係嗰個人已經走咗，親愛嘅教授，咁聰明嘅人都會咁稱呼佢咩？嗰個人呢個算乜名字？11年嚟我一直試緊同人講服大家叫佢真名，佛地魔。麥康拿教授有啲理虧，但係剝完個檸檬雪條嘅阿不斯鄧不利多似乎冇留意到，如果我哋成日叫嗰個人，就會搞得好亂。直接叫佛地魔嘅名字，冇乜好怕嘅。我知道你冇啦，麥康拿教授講。聽落半生氣半羨慕咁，但係你唔同，每個人都知道你係嗰個人，唔啱。佛地魔，唯一怕緊嘅人，真係抬舉我啦。鄧不利多冷靜咁講，佛地魔擁有我冇嘅力量，只係因為你唔屑用佢啫。仲好係今晚，自從龐瑞夫人讚我嘅御寒耳罩之後，找過我就再冇臉紅過。麥康拿教授望住鄧不利多一眼，講。貓頭鷹喺今日嘅新聞入面根本算唔到咩？你知唔知人哋點講？關於佢點解失蹤同係咩阻止咗佢？顯然麥康拿教授已經講到重點，呢個都係佢成日坐喺冰冷牆上嘅真正原因。無論係作為一隻貓定係一個女人，佢從來冇似咁盯住過鄧不利多。唔理其他人點講，佢都唔會相信，除非呢啲話係由鄧不利多親口講出。不過鄧不利多就係拎起另一個檸檬雪條，一言不發。佢哋講，佢接住講，昨日晚上佛地魔喺高追客洞出現咗，佢係去揾波特一家，傳聞話莉莉同詹姆波特，佢哋死咗。鄧不利多低頭垂落，麥康拿教授就係哽咽咁講，莉莉同詹姆，我唔信，我唔想信。阿不斯。
鄧不利多伸出手拍佢個肩膀，我知道啦，我知道啦，佢沉重咁講。麥康拿教授嘅聲音震抖咁接住講，我仲未講完。佢哋話佢想殺死波特嘅細仔哈利，但係佢殺唔到嗰個細男孩，冇人知原因。但人哋話如果佢殺唔到哈利波特，佛地魔嘅力量就會消失，呢個都係佢離開嘅原因。鄧不利多皺住眉頭點咗一下頭，呢個係咪真嘅？麥康拿教授結結巴巴咁講，畢竟佢殺死過咁多人，佢居然殺唔死一個細男孩。太奇怪啦！喺所有阻止佢嘅事入面，但係而家哈利仲活緊咩？我哋只能猜測啦。鄧不利多講，我哋可能永遠都唔會知嘅。麥康拿教授掏出佢嘅蕾絲手帕擦咗擦鏡片後面嘅眼睛。鄧不利多深深吸咗一口氣，然後喺口袋入面掏出一隻金錶嚟睇。呢隻錶好奇怪，佢有12根針，但冇一個數字。倒係有啲行星喺錶面邊緣旋轉，呢個對鄧不利多嚟講肯定代表緊啲咩？因為佢將錶放返入口袋之後話，海格遲到咗。我諗係佢話我會嚟呢度啦，係啦，冇錯。麥康拿教授話，我諗你其實唔打算同我講你嚟呢度嘅原因，係咪？我係嚟送哈利去佢姨丈屋企嘅，呢個係佢唯一剩低嘅親戚啦。你意思係？你係講住喺呢度嘅呢戶人家？麥康拿教授大叫，跳起身指住4號門。鄧不利多，你一定搞錯啦！我成日都留意緊佢哋，呢兩個人同我哋簡直有天壤之別。佢哋仲有個仔，我一路見到嗰個細路仔都係跟住佢媽媽，喊住話要糖果。哈利波特要住喺咁嘅地方，呢個係佢最適合嘅歸宿。鄧不利多堅持講。佢個姨丈同姨媽可以喺佢長大之後同佢解釋所有嘅事，我已經寫咗封信俾佢哋啦。一封信，麥康拿教授重複，翻咗坐喺牆上。鄧不利多，你真係覺得你可以用一封信解釋晒所有嘅事咩？人哋永遠都唔會理解佢，佢會變得好出名，成為一個傳奇。如果將來嘅人用波特嚟命名嘅時候，我都唔會驚。會有關於波特嘅書出版嘅，全世界嘅細路仔都會知道佢。一點冇錯。鄧不利多一邊講，一邊用佢半月形嘅眼鏡望住。每個細路都會為之瘋狂。喺佢未識行路、未識講嘢之前就已經出名。出名係因為啲根本唔記得嘅嘢。你知佢會幾有錢咩？當然要佢長大啲先明白呢啲嘢啦。麥康拿教授張大嘴巴。跟住又改變主意講，冇錯，你講得啱。但係，鄧不利多，嗰個細路點會嚟呢度呢？佢突然間盯住佢個斗篷，好似認為佢可能將波特藏喺度。海格會帶佢嚟㗎。你覺得將咁重要嘅事託付俾海格，係咪聰明嘅做法？我可以用我條命擔保。鄧不利多講，我並唔係話佢冇一副好心腸。麥康拿教授埋怨咁講，但係你唔可以否認佢太粗心。佢成日，呢個係乜嘢？一陣低沉嘅隆隆聲打破咗周圍嘅寂靜。當佢哋向街上望去，希望揾到蛛絲馬跡嗰陣，嗰聲音越嚟越大，最後變成一陣轟鳴聲，而且係由佢哋頭頂上發出嚟。佢哋抬頭一睇，只見空中一架巨型嘅飛行摩托車慢慢咁降落喺佢哋面前嘅空地上。如果呢架飛行摩托車算係巨型嘅話，咁佢同上面騎士相比，根本算唔算咩？呢個人幾乎有普通人2倍高、5倍闊。佢睇落簡直唔符合普通人嘅想象，而且好野蠻，長長嘅黑髮同鬍鬚遮住咗佢大半張面孔。佢嘅手有垃圾桶蓋咁大。穿住皮靴嘅腳就似2隻細海豚，佢嘅巨大肌肉、發達嘅手臂上抱住一團毛毯包住嘅嘢。海格，鄧不利多開口講，佢嘅聲音聽落似鬆咗一口氣。你嚟啦，你喺邊度搞嚟呢架飛行摩托車嘅？我借嘅，鄧不利多教授。巨人講，邊講邊小心翼翼地下咗車。小天狼星借俾我嘅，我已經接到佢啦。路上順利嗎？
唔完全係，到嗰陣房屋幾乎全部俾破壞咗，好在我趕喺麻瓜之前救出佢。我哋飛過布里斯托嘅時候，佢睡得好香。鄧不利多同麥康拿教授低頭望住嗰團毛毯，毛毯入面一個男嬰正甜甜咁瞓緊覺，喺佢前額一束漆黑嘅頭髮底下，佢哋見到一道形狀奇特嘅疤痕，好似一道閃電咁。呢個就係，麥康拿教授細聲問。係嘅，鄧不利多講，佢永遠都會留低呢道疤痕。難道你唔可以諗個辦法去除佢嗎？鄧不利多，就算我諗到，我都唔會做嘅。嗰道疤痕好有用嘅，我左膝上有一塊倫敦地鐵嘅地圖，將佢交俾我。海格，我哋快啲結束我哋嘅任務啦。鄧不利多接過小哈利，直奔德斯禮家走去。我可以向佢道別嗎？海格問。佢彎低咗巨大毛茸茸嘅臉，俾咗哈利一個刺人帶有威士忌酒味嘅親吻，跟住佢似一隻受傷嘅狗咁哀嚎一聲。去，麥康拿教授輕聲講，你會吵醒麻瓜嘅。對唔住，海格烏熱住，掏出一塊又大又骯髒嘅手帕，將自己成個面埋咗入去。我只係忍唔住，莉莉同詹姆都死咗，可憐嘅細哈利必須同麻瓜一齊生活。冇錯，呢個確實令人傷心。但係你要小心，海格，唔然我哋會俾人發現嘅。麥康拿教授低聲講完，然後拍咗拍海格嘅手臂。呢個時候，鄧不利多喺花園圍牆走過，向正門行去。佢輕輕將哈利放喺台階上，喺斗篷入面掏出一封信，塞喺裹住哈利嘅毛毯入面，然後轉身返嚟。佢哋三個注視住嗰團毛毯足足1分鐘。海格嘅肩膀不停震動，麥康拿教授氣憤咁盯住佢，鄧不利多嘅眼中似乎隨時會有淚水奪眶而出。好了，鄧不利多最後講，事情完咗，我哋可以走啦。話唔定我哋仲趕得及去慶祝活動。冇錯，海格低聲講，我先要將小天狼星嘅車還俾佢。晚安，鄧不利多教授，麥康拿教授。佢用短外衣嘅袖子抹乾眼睛，然後跳上飛行摩托車並發動。隻車發出一聲轟鳴，升空之後好快就喺夜色中消失。希望我哋後會有期，麥康拿教授。鄧不利多一邊點頭示意，麥康拿教授抽動咗一下鼻子，算係回應。鄧不利多轉身走向街道，走到拐角，佢掏出嗰隻銀色嘅打火機，點咗一下。12盞街燈全部亮起來，照亮咗整條水立樹街，好似白晝咁。呢時，佢見到一隻笨笨嘅貓喺街道另一端嘅拐角處消失咗。嗰團毛毯都好好咁放喺4號門嘅台階上。哈利，祝你好運，佢低聲講，跟住跺一跺腳，抖一抖斗篷，轉眼就消失咗。微風輕拂着幽靜整潔嘅水立樹街。離奇嘅事情正喺呢種環境底下發生緊。哈利波特喺毛毯入面翻咗個身，但並冇醒過嚟。佢嘅細手旁邊仲放住嗰封信，佢就咁瞓緊覺，並唔知自己原來咁特殊，咁有名。佢亦都唔知道幾個鐘頭之後，佢會被德斯禮夫人嘅尖叫嚇醒。幾個星期後，佢會被佢表兄達力又捏又嚇。佢唔知道喺嗰陣，全國嘅巫師正秘密聚集喺一齊，舉起手中嘅酒杯，默默咁講，為哈利波特嗰個幸存嘅男孩乾杯。